李文欣啊，今日冇乜陽光喎。係啊，羅有文，今日咧仲有啲雨㗎。我哋先睇下分區氣温。咁截至上晝8點鐘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7.3至29.3度。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4.9至27.5度。我哋一齊睇下衛星雲圖啦。驟雨正係影響住南海北部。喺上晝8點鐘，熱帶風暴尼坦集結喺馬尼拉嘅達東北，大約41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大約20公里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，並且逐漸增強。預測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酷熱，亦都有幾陣驟雨，最高氣温大約33度。下晝同今晚局部地區有雷暴，吹輕微至和緩嘅東北風。展望聽日天氣仍然酷熱，但係亦都有幾陣驟雨。星期2同星期3天氣顯著轉壞，風浪都幾大，同埋會有狂風驟雨。預測今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就介乎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1，強度屬於極高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雷暴，澳門明朗。廈門多雲，台北有雨。上海多雲。北京多雲，瀋陽有雨，首爾多雲。大阪多雲，東京有雨。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驟雨。墨爾本天晴，悉尼多雲，布里斯班天晴。奧克蘭驟雨。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都係天晴。紐約有雨，多倫多驟雨。倫敦明朗，阿姆斯特丹同蘇黎世雷暴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巴黎驟雨。天氣講到呢度啦。星期日香港早晨時間夠啦，拜拜。有人深信贏在起跑